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其实我们华人呢吃很多的这个猪肉哦，除了回教徒之外啦。我觉得这个猪肉的这个料理呢，都非常的受欢迎哦。那有些人他不吃牛肉，不吃羊肉，所以基本上就是鸡肉跟猪肉。那猪肉又是一个大宗，尤其在台湾哦，养猪的这个事业呢，非常的这个兴盛哦。那台湾的这个黑毛猪也是世界有名的，还有所谓的活菌猪啊、天衢猪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获奖无数哦，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国厨，然后也当选过什么优良的劳工，反正太多的奖项了啊。我们请到的是李嘉诚李老师，他要跟观众朋友分享2道呢非常精彩的这个，一个是猪肉料理，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汤品哦。我们欢迎李嘉诚李老师，李老师欢迎你，美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嘉诚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他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这个猪肉料理。是，那我们主要食材选用比较口感比较不会那么柴，部位的类似我们这边排骨的尾巴这边这一段有一块小小的肉特别挑出来。哦，就是在那个肋排的对尾端这边。哦，尾端这个地方，或者是用松板也可以。松板哈 ，OK 好。那其实就是它不用过度的烹调，那火候稍微拿捏一下，不要煮太久，就会很嫩了。对，所以不需要说啊，什么腌蛋白啦，这些该搞刚刚弄面吗？目前这一块肉是应该不用。OK， 所以有时候选择好的这个食材呢，也可以省掉一些这个步骤了哈，工序。那我们这个一样，我们要热锅哈。首先我们把那个猪肉啊哈，油不用太多，它其实它已经有油。那你注意看这锅子热不热？你会看到油，它跑很快。它就是很活泼哦，那这油温就差不多了，不用到冒烟哦，直接把猪肉这一块肉啊，把它的鲜甜味把它封锁住。那这个没有什么 pepper， 你就闻它的香气就好了。所以只有油，也没有说什么盐巴什么都没有。不用，因为等一下味道会带上去。那你如果是用现在大部分都会用那种不粘锅，对不对？不粘锅就不用加油了，完全不用加油哦，好。那煎到它恰恰。好，观众朋友听得懂吗？老师说的恰恰就是说有一点这种焦黄。对不起，没关系，我很喜欢当翻译官啊，尤其翻译这个台语哦。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清楚哦？煎到有点焦黄，然后直接把生的肉外围啊封锁住，把它的鲜甜味保留在里面哦。这就是稍微的一个分享的部分哦。所以基本上油不要太多，因为老师今天选择的这一块肉呢，它本身还是有一些丰富的油脂在里面。好，我们封锁住了，对不对？我们就直接把它来怎样？直接来切割。哦，直接切割。直接切割。好，直接来做切割的动作。那注意看，很清楚，有没有看一条一条的？在这个顺纹路。好，那我们都要逆纹路。好，那这个就直接我们就割上来。好。好不好？直接就割上来了，好，所以说这个是直纹，老师切的时候就横纹下去啊，切薄片，这样子呢，口感上面呢会非常的嫩哦。就逆纹路哦。那这个也不用太薄，太薄咬下去就没口感。那厚也不要太厚，太厚咬的话，那种舒爽的脆嫩度啊，会阻碍到哈。那我们先下洋葱，洋葱一样，你喜欢切片就切片，切末就切末。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要砥砺自己啊。那平常我也是一样。那我有时候尽可能在比赛的有些赛事啊，1年自己都会比一场，因为现在太忙了。我想说，透过比赛啊，去做一些学习的一个平台，然后也是砥砺自己，能够再去创作，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压力。那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芒果把它的甜味把它带一下，我完全都还没有加调味料。其实芒果来入菜真的超好吃哦，因为芒果好香哦，台湾的芒果真的是有够好吃的。我在国外吃到那个国外的芒果，实在是买一次都不太敢买啊。又不香，然后里面又蛮硬的这样子哦，然后纤维又很粗。好，原则上我会建议大家是说先下糖，你酱油先下去，它盐味先，酱油的咸味先吃了，先吃了之后，它这东西就比较容易死咸，先下糖。
就跟炒牛蒡一样。等一下有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炒牛蒡。炒牛蒡一定要先下糖。哦，难怪日我个人本人的的分享牛蒡炒的特别好吃。不一定是对的哈。那其实我在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先下糖，就跟我们刨冰一样嘛，你一定要放到糖汁里面，它才会 Q。好，那你就先泡在酱油里面，已经超咸的。好，反正先入为主啦，谁先进来的谁先酱先赢啦，美丽对不？主持人讲的真好，你看看。然后这个酱油，记得要先试一下酱油，它本身它的咸度多少。每家品牌。对，是。那不然下太多了伤咸较无钙，你整个味道都会跑掉。大家听懂吗？伤咸较无钙，就是说太咸了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套了哦。你宁可轻一点哦，然后再来去补。好，这个是台湾之光我们的绍兴。哇，帮台湾打广告，台湾绍兴酒。是。然后这个炒这道菜，建议大家如果在家里抽风机就把它关掉，完全没有油烟了。然后大门把它打开，窗户打开，左右邻居让它闻到味道这样子。这旁桂皮一定要盖，有没有闻到味道？好香啊，对啊。这旁桂皮，然后你那煮的就拍起来嘛，就香的啊。芒果真的是很香，我非常喜欢芒果来入菜哦。好，然后再把肉搁进来，平均铺一铺，好不好？哇，看起来真好吃啊！我今天真的是领教了这个李老师的这个专业哦。原来是这个肉呢，我们不一定要靠什么去腌制什么太白粉啦或者腌制蛋白啦这些，而是呢，你利用一些手法，像刚刚老师是整块肉先去两边煎的有一点这个焦黄，把这个甜味呢，肉的甜味呢锁在里面，再切薄片再来煮。我方便试吃一下。当然方便了，你不方便我很方便。是，来，这气味会好哦。对呀，老师你住哪里？我可能可以搬到你们家旁边。好香哦，芒果的味道。这个记得不要盖盖子这个稍微要收汁。好嫩哦。这味道不要掉，这个火不要掉，火掉的话会老掉，因为它汁会释放出来，猪肉汁会释放出来，所以这个火千万不要放。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些副材料，味道可以吗？味道很好，我喜欢。谢谢。然后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对不对？开心就好曾经也有人加别的辣椒，不敢吃辣就后面再放就不会辣。这道菜也可以加点白芝麻，我太爱用白芝麻了。哇，这样子很有精神哦，这道菜非常有精神哦，加了这几个颜色下去之后，好，完成喽。这块肉的部位它很适合这样的烹煮，然后记得不要再放在锅子里就放在锅子，因为锅子有余温，它那个肉的汁会随着锅子的温度降，然后呢怎样？就会硬掉了，汁会被带出来。汁会被带出来。好，就这样。然后呢，你喜欢一点白芝麻，我们就来一点白芝麻，好不好？我们喜欢点缀一下。这个水果很简单那你要出菜的时候再把它点缀上去。那你有什么水果，你要搭配什么水果？那有人说这水果希望给它味道，你可以加点橄榄油橄榄油有点盐巴就好了，或是胡椒粉那你就简单的把它摆上来就好。这没什么撇步啦就是安尼呢。欢喜就好，又可以解腻现在很流行用水果来入菜啊。是，好，以上报告，希望各位观众有时间就一定要做，因为超简单的简单。